多謝大家選購煤氣公司 TGC 最新型號 TWD860 前置式洗衣乾衣機，佢係真正結合洗衣同乾衣於一身，就算潮濕冇太陽嘅日子，都隨時隨地為你準備好乾爽潔淨嘅衣物。而家就等我介紹下佢各項貼心功能以及操作方法，等大家輕鬆上手。首先，我哋了解下洗滌格點用。每次洗衫，先將適量洗衣液或者洗衣粉倒入2號格，柔順劑就放喺中間嗰格。要用到預洗功能呢，就要將消毒液或者預洗液倒入1號格，之後開啟電源鍵，再扭動旋轉掣揀選唔同清洗程式，有需要亦可加入或者設定額外功能。最後再按開始鍵，就會啟動成個清洗程序。呢部洗衣乾衣機仲配備咗14個預設清洗程序，照顧唔同衣物嘅需要。而家等我逐一講解下。第一個係15分鐘快洗，適合少量輕微污糟嘅衫，約4件恤衫份量。而1小時洗乾就配合埋乾衣程序，1個鐘頭搞掂晒，啱晒急需要穿着衣物時使用。跟住係強力洗，專門對付頑固污漬。最多洗到8公斤衫，提供更強勁嘅洗滌功效。想慳電又要洗得乾淨，就可以揀呢個40到60度節能洗，適合正常污漬嘅棉質衫，用最少能源達到最好嘅清潔效果。洗羊毛衫就一定揀翻羊毛程序，輕柔嘅洗滌動作，模擬手洗，避免衣物縮水或變形。有時啲衫洗完仲有殘留洗衣液，就可以做多次過水同埋脫水程序，徹底沖洗乾淨。手洗完嘅衫可選用淨脫水程序，高速旋轉排走水分，縮短晾乾時間。洗衣機用得耐都要幫佢大掃除㗎，滾筒清洗程序就用90度高溫水消毒，深層清走滾筒內嘅細菌同殘留洗衣液。洗 BB 衫我哋亦都有專用 BB 油洗模式，佢採用更溫和嘅水流同脫水方式，徹底沖走多餘嘅洗衣液，減少對嬰兒肌膚嘅刺激。輕微污漬嘅棉質衫就可以用20度水溫程序，慳電又環保，最多洗到4公斤輕量裝衣物。淨乾衣就係獨立乾衣功能，可按需要再揀選唔同乾衣程度或設定控乾時間。而洗乾程序將洗衣加乾衣一氣呵成，一機搞掂晒，但注意所需時間亦都會較長。有時唔同質地嘅衫撈埋一齊，又懶得分開洗，最好用混合布料模式，佢會平衡唔同布料作出最有效清洗程序，省時方便。棉質程序就一定最常用到，佢適合一般棉質同耐洗嘅衣物，好似 T 恤、恤衫、床單呢啲適合日常使用。最後就係自設程序，當選好清洗程式並設定選項之後，按住水溫鍵3秒就會記入自設程序，下次用返就更加方便快捷啦。揀好預設洗衣程式之後就可以按需要再設定額外功能同埋選項㗎啦。首先係水溫，可以調校由冷水至最高90度熱水，冬天建議用30至40度暖水，有助溶解洗衣液。跟住係脫水轉速，由400到1400轉，高轉速適合床單、牛仔褲、較厚質料；低轉速就適合羊毛、絲綢等纖細材質。乾衣功能就有4個選項，包括溫和就係輕度烘乾，正常就係一般烘乾，特別就指徹底烘乾。而定時乾衣就可揀選由30至180分鐘乾衣時間，但係注意一啲合成纖維、羊毛、絲綢或帶有橡膠同金屬嘅材質就唔建議烘乾，最好事前先參考衣物洗滌標籤。按功能鍵就可選擇預洗、額外漂洗同加速洗滌功能。預洗就係喺一般清洗之前再加額外洗滌程序，大大咁增加清潔效果。但記得之前先將預洗液倒入1號洗滌格。如果啲衫比較污糟，就可以揀額外漂洗功能，清洗時間亦都會有所增加。相反，想減少洗衣時間，就可以揀加速洗滌選項。延時洗衣鍵就可設定最多24小時後先開始洗衣程序，如想取消就再按延時洗衣鍵，直到時間顯示為0就得啦。蒸汽護理程序就係先用高溫蒸汽滲入衣物纖維去除異味、除蟎殺菌，之後先再清洗，適用於棉質、混合同嬰兒程序。屋企有小朋友要啟動兒童鎖，可按住延時洗衣鍵同蒸汽護理鍵3秒。
要解除，同樣按住2個鍵3秒就得啦。要設置靜音，就按住轉速鍵3秒，同樣再次按住3秒就可以解除。如果洗衫程序啱開始，先發現有衫唔記得放入去，只需按住暫停鍵3秒，等機門解鎖就可以再放入衣物。但注意，如果水位超過桶內底邊緣或者用緊高水溫嘅時候，就唔好做呢個動作。跟住同大家講下清潔同保養事項。如果洗衣機每個星期都用到1至2次，就最好每月都啟動1次清洗滾筒程序，用90度高溫嘅水去除殘餘洗衣劑同滋生嘅細菌。每次洗完衫之後，記得檢查門框之間嘅罅隙，睇下有冇衣物或者異物攝咗喺裏面。用毛巾抹乾玻璃門同框邊，等1個鐘後先好閂門，方便濕氣散走。最後建議定期每3個月清洗1次排水泵、濾網同洗滌格，咁就可以令洗衣機耐用啲同保持最佳狀態啦。除咗 TWD860 洗衣乾衣機，我哋亦都有纖薄機身嘅 TWM700S 同備有蒸汽抗菌功能嘅 TWM800，相信總有一款適合你。